聖經小故事，真福八端。生貧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天國係你哋嘅；哀慟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你哋要受到安慰；溫良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你哋要承受土地；飢渴慕義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你哋會得到飽足；憐憫人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你哋要受到憐憫；心裏潔淨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你哋會睇到天主；締造和平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你哋要稱為天主嘅子女；為義而受迫害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天國係你哋嘅。山中聖訓係耶穌針對幸福呢個主題，喺山上教導以色列人唔好效法世人嘅態度同方法嚟生活，而係要依照天主嘅說話嚟生活。你哋唔好累積錢財去買好多嘢，因為有人會嚟偷你哋嘅嘢。你哋要將財富累積喺天上，咁就冇人可以偷得到啦。講得冇錯。你哋唔好為生命憂慮食啲乜嘢，同埋住啲乜嘢，因為生命比飲食同埋衣服係更加重要嘅。你哋睇下天上嘅飛鳥，天主照顧你哋唔係比呢啲飛鳥更加貴重咩？你哋都係世上嘅鹽，鹽可以增加食物嘅味道，仲可以防止食物變壞。你哋要阻止天主做嘅世界繼續敗壞落去。你哋都係世上嘅光，可以照耀黑暗。人點燈係放喺燈台上邊，而唔係放喺斗底下。世人見到你哋嘅好嘅行為，佢哋就會知道天主嘅存在。耶穌以言以行宣講天國嘅福音，各地嚟嘅群眾都走嚟跟隨佢。耶穌醫好咗好多患病嘅人，又為佢哋驅趕邪魔，處處表現佢係真嘅救世主，係預言中嘅默西亞。真福八端要求我哋要重新確定自己。喺起初嘅時候，我哋好似要犧牲好多，先能夠獲得天主賦予嘅生命。不過當你對耶穌滿懷信心，天主一定會帶俾我哋同埋世界無窮嘅祝福，同埋天上更大嘅恩寵。山中聖訓真福八端，可以話係一篇關於幸福最重要嘅文章。喺呢個山中聖訓裏邊，耶穌8次咁祝福我哋人幸福，非常幸福，同埋達至最大嘅幸福。對耶穌嚟講，8福係通往仰望天國嘅巔峰，同時都係通往上主嘅圓滿道路。邊一個人練習呢8種嘅態度，佢就能夠分享上主嘅整全同埋圓滿。8福係獲得成功生命嘅一種操練，係健康生活嘅藝術，係幸福嘅藝術。8福唔單止表達咗人對幸福嘅渴望，仲表達出一種應許。佢話俾我哋聽，呢個渴望係唔會落空嘅。8福都回應咗我哋對成功生命嘅渴望，
喺一個只係面對日常生活問題嘅世界當中，我哋會對一啲完全唔一樣嘅事物有所渴望，而佢帶俾我哋去接觸呢一種渴望，接住使到我哋喺呢個世界當中對自己嘅渴望保持醒覺。八福能夠改變我哋呢個世界，能夠改變我哋嘅生命。真福八端，聲音演出：陳志明副主教、戴嘉琪、鄭秀玲、鄧志源、袁漢波、黃藹慈、單家亮、何卓林、陳玉娣、陳美麗、余君志、袁德全。陳志明副主教講道：2011至2012年度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聖言宣讀會製作，現在經已播放完畢。